觀眾朋友，今日過好無？我係阿明姑，劉浩明分享收看福起來。講到客莊嘅旅行，大部分人都會想到北部苗栗嘅一塊山上，無論我哋咧高雄嘅美濃。但是也6年來，其實喺我哋屏東綠隊嘅昨天，以佢用心的經營我哋在地嘅旅行，嗰時慢慢的也變成我哋客莊旅行地方裡面最有名嘅景點。但是因為南部嘅綠隊嘅一啲細細嘅村莊嘅地方，都係咁好老了喏。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都係我哋昨天嘅大家長，我哋副面向副鄉長來到嚟現場，而家同我哋紹介講，都係昨天有乜嘅好食又好搞嘅地方，我就馬上歡迎我哋嘅副鄉長來到現場。副鄉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昨天鄉長副面向，今日過歡喜嘅節目嘅嘉賓呢。同大家人見面，來紹介我哋昨天鄉。我發現吼，其實昨天鄉吼也經驗啦吼，真的是講到綠隊啊，他們一提到想，咩昨天鄉咩？佢想昨天鄉裏邊的綠隊一個代表啦吼。我諗下地震會發現講，真係也經驗昨天鄉最用心的推，伊的這個觀光吼，唔管是講我哋咧吉祥物啦，吼，我哋那種曼城啦，吼，佢。隨便講我都講得出來，真是都變成講，真是佢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第一件問題是講，農村冇嚇，怎麼發展觀光咯？更加好，我哋更加人口吼，越來越少。昨天鄉吼，對我哋幾年前咧都更加好，減少位嘅村，也係佢出嚟去探討一個事情。因為人口越來越少。所以呢，嗰度我哋也會鄉親呢，如果想講，我容易調動我哋村鄉嘅人，我容易發展我哋呢一個觀光也會東西。所以呢，我哋真是我也6年來後面講嘅夢想，我哋佢用心去經營一塊，我哋今年呢入圍到2019全國10大客莊之一，也喺屏東縣呢提嘅昨天鄉入圍嘅。我哋研究呢，要參加我哋一位國際漫上嘅一個台灣聯盟嘅一個機構吼，我哋佢嘅地方呢，我哋沒有拿到一位歷史一位方面，所以呢，今年開始呢，我哋做幾多一位對我哋昨天休閒觀光有注意嘅一道發通，都希望講我哋可以將我哋昨天鄉呢人口保留下來以外呢，嗰度後生嘅入來以後。我哋一樣去發展我哋地方嘅觀光，有個事業。本我哋1多年咧，鄉親咧對有個事業之間可以帶動我哋嘅經濟。可是你講到其實頭都講個問題啊，譬如講我哋人口外流啦，我哋人強人流唔對。其實我哋而家台灣幾多個村莊都會面臨到咁嘅問題，但是他可以提一件事情就講，我哋要引進外面的產業，係工廠嚟入來石工廠，你翻我哋咧人強人都有地方做些，咁你又唔係嚟上嚟，因為做工作觀光，真是可以帶動我哋咧鄉民嗰度嘅工作機會，冇得講，幫我哋咧經濟會過好下。我哋更加嘅想法都講，我哋咧後生人我認為必歸來我哋一個地方，唔用乜嘅事情必須做，唔用乜嘅一個經濟方面嘅東西必須做。因為更加我哋會發現講，我哋更加人口外流以後，企路卡嘅一條老人家人唔掉去做乜嘅，老人家人嗰度都講隔代嘅一個教育嘅問題，阿爸咪出去老輩，細人嘅留伴我哋咧阿婆也帶，我哋講嗰度嗰幾人嘅話都講，細人嘅學法冇好好，阿婆嘅外省話越來越好，所以咧因此我哋希望我哋咧後生咧。入來以後呢，來將嗰度事情必定去做以外，還有一個最重要嘅事情講，而喺佢地方上有收入，而唔是一到老輩嘅時間，亦可以用我哋呢地方創生嘅東西去讓我去做，佢讓我帶動我哋地方嘅經濟以後，我哋喺邊老人家獨居老人嘅問題，我哋都可以解決，我哋細人呢又可以解決，我哋呢社會問題又可以解決。所以也係一舉數得的一個方式，所以我哋研究呢，向上我哋要咩要佢嘅注意講，我哋因為本我哋呢家庭人強人歸來，
伊哋咧上醫用嘅問題，公司因哋我哋有補助，老人家我哋有嗰度要發通幣，包括我哋喜事嗰片，我用嚟幫我哋咧樂智團體你講老人家呢出去唔會跌嘅，一到中國我哋嘅規劃中，希望你講帶動我哋地方嘅一個經濟、地方嘅一個產業、地方嘅一個文化。其實好多鄉長啊，又講我哋關於重要東西，你講已經頭當我一講開始講，問到係咪演戲產業，其實我係嚟雕鄉長啦，因為其實演戲把產業引入來唔係每一點人都可以有工作機會，因為產業這種東西其實有時就以我係某一個年齡層，一到四到四年，其實對於我哋老人家來講嘅話，伊冇簡單可以識到一條路，冇錯。係，但是發展觀光其實一方面嚟講，其實發展觀光伊都可以創造個想法，如果把自家嘅家鄉變得過講，因為上塔嘅人來了，嗰時提議的話，至少最大，至少把我哋這個黑嘅地方，怎麼可以講，怎麼可以搶，朋友拿我來了，冇錯，好冇？但朋友唔前來了以前，我哋至少黑嘅地方人，心情嘛好。身體嘛健康，可是咱的想法其實唔單止講可以照顧到我哋年輕人，還包括有工作。其實對於講我哋老人家，我哋可以採體可以抽驗嘅時間，公司採嘅唔是同老客人拿錢啦。冇錯，老人家自家都會有面子。錯啊，唔像我哋嗰個議論村我哋要發展一個我哋咧養生村嘅一個概念。我哋講議論社區我哋更加嘅重要嘅全世界最長的一個經營法的一個迷宮，前面呢，我哋利用經營法呢去做有個婚紗區，過來我哋嘅一個公園呢，底部有一個百草藥區，有啲本老人家做一點的老人家工，一般嘅經營法上嘅時間，一定去賺嘅經營法一定賣錢都本人社區回饋本人為老人家呢，做一點的有個據點的一個經費，如果好啊，一般一定都唔是講，一段陽光所一段養殖物神降錢，一定本身都有錢來做一點這個老人家的事情。可是其實觀光安尼一個產業吧，唔單止係講上塔嘅人來了，其實最主要不用我哋採體嘅人，一定可以睇採體，都可以這個學這個。嗱，有屬於而家學這個，過來都有法度，老人家人做一下石頭，第一個要狂看。第二有些條做又唔會落，第三面伊也就大家人同我食飯的時間，大家人講嗰度故事，也有講把我哋那裡事情呢，老人家也條東西有啲撞落來，所以我明白出現我同老人家講，係講唔定對國家嘅有嘅貢獻也好大呢，唔定呢迄個老健保卡迄小店面嘅人呢，唔可以省嚟多錢。冇唔錯，係啊！而家都佢健康嘅話，都等於人哋省，而且健康都省咗幾多錢。錯啊！雖然咧工作嘅，像我哋工作嘅人，你希望講，這個阿爸咪身體好，我哋老婆大病，我哋都為了要為社區來做事情，大家人亦好啦，嗰種安居樂業。咁我哋攞回到我哋今日嘅主題請問一下昨天我用嘅老料啊。嗰種我哋今日先講因為今日他跟你過希望講我哋親子出去玩如爸爸媽媽啦等等成年人啦，對昨天來講嘅話，伊適不適合親子出去玩？昨天佢特殊嚟講，伊有兩個茶站有一個昨天茶站，還有一個喜事茶站。喜事茶站以前係一個過本來嘅南迴鐵路，係過重要一個茶站。面下因為伊哋呢個人嘅想法冇佢用邊撈到綁掉幾便宜。喜事茶站呢更加規範，嗰度東西可以做，我叫佢同客委會申請也會經費，我將喜事茶站打造為一個客家特色嘅茶站。而佢對有個昨天茶站叫大家人嗰啲有啲日本式嘅一個茶站，其他就邊攀嚟嗰度有個 cosplay，攀嚟嗰度有個發動，檸檬節中國嚟嘅昨天茶站。我哋更加一樣嘅獎品，我哋咧發動在第40多喜事茶站，也係我哋更加嘅上嘅一個問題。唔記得昨天茶站下茶時間，而家就都有個太和動物所，過來有個蜂蜜園，我哋嘅條路咧，我哋都規劃嘅一條路線。對昨天下來嘅時間，我哋可以做有嘅腳踏車，唔可以去到議論村，議論村有個金枝田，去到美崙村嗰邊有個全世界最大嘅一個老夫子嘅壁畫牆，也交俾路一條線，
过来都可以去neuron嘅失败咧。另外一个都係你把佢嘅族田，唔可以老了我哋咧又會幾多高，多我哋咧跳塔咧塔高，多我哋咧西族嗰邊有一個以前咧高堂嘅一個遺跡，佢就也係一個路線。過來還有 T3嘅路線都可以實施下來時間咧，唔可以去老了我哋咧總用公園、總一田，過我哋嘅實施咧又會金枝田，多我哋咧永豐村。佢就一個準繩，佢就一個有名嘅一個地方。有一3條線，過來唔同組係都我哋實施遠上8個職業嘅班嘅，過來都實施3條。所以我哋要規劃3條路線，本我哋咧又會背包客甚至親子嘅來就可以了我哋嘅文化，記得我哋嘅歷史故事以後，我哋可以喺我哋咧要辦點嘅失辦了以後咧。帶我哋咧天王嘅鐵山，規有攞我哋嘅規劃嘅3條路線。我已經聽到我哋啲觀眾朋友同我講，唔講我鐵腳啊，腳我唔想抄啊。因為但是我都對人嚟講吼，我都可以提供嘅基本有唱到裏面，即係有唱抄文。可能因為講話好3條啦，其實講嘅4條啦，基本上有啲地方冇算到。其實唔單止講3條，講嘅4條。但是我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根本完全記下來，嗰個第一下我哋慢慢嚟講，你第1條、第2條、第3條，包括4碼嘅、大碼嘅，觀眾朋友哋休息一下哦，第一下我哋馬上嚟一條條嚟講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我哋族田鄉嘅副鄉長同我哋講嘅軌道，我讓我去老了族田嘅地方，但是講嘅鐵腳，我哋馬上記唔出來，我哋馬上一條一條嚟每一個族田，我讓我好好老了。我哋一開始講，我哋都族田火車站好啦，嚇。咁族田火車站吼，其實我記得講，佢地邊嗰度日本式嘅建築喎，因為我哋小姐一下，嗰種係基本應該帶細人嘅啦，嚇，無論帶爸爸媽媽來去到族田火車站嘅話。可以老了某個地方。族田火車站一下來佢就會到我哋更加要做一個因為我哋更加邁向國際漫上，我哋今年咧又愛將把我哋嘅文化觀光所設喺佢就會。火車站一下來，你都可以喺文化觀光所嗰邊，我哋一個遊客中心，佢就會做到我哋嘅腳踏車。我哋咧每腳踏車唔算多我哋咧族田嘅就邊咧，唔知嘅。可以去選一我哋嘅太和動物所，去選一個是一個咖啡。太和動物所係乜嘢地方啊？而喺佢嘅車站嘅前面，以前咧都係我哋有個農米廠改做一個咖啡店。而家佢嘅牆壁嘅上邊咧，一個係個李明哲老師，佢最有名嘅一個先生，以前畫嘅圖。之前係有同佢嘅頭家講，講絕對做唔得，仲把有個圖面打嘅，要就會老了以後呢，你可以去到我哋嘅池上文庫，要喺佢一次泰山嘅時間呢，池上一郎博士呢，而佢我哋要就會做我哋嘅野戰所一個所長啦，一個主幹，而歸去日本嘅時間呢，終於改到有個時間歸來幫我哋族田，因為講嘅族田呢，而係天野故鄉。所以有個故事真是真感動人。其他這邊呢，我哋嘅池上一郎文庫嘅，我哋將把嗰套日本嘅書都俾我嘅。你老了係咧，看了一本書以後，我哋可以到有個李秀元紀念館。李秀元伯伊係頭路人，而佢5人嘅下呢，係一個獵人個有名嘅有個大使。而有個後台呢，呢個人先生呢。如果將伊有個李秀元嘅所有嘅東西呢，捐本有個李秀元紀念館，必須做一個展覽。喺一般呢，我哋要打算講，其實就係展覽嘅時間呢，我哋配合有個獵人嘅比賽，將把我哋世界上有名嘅一道有個畫家呢，我哋想把入拍嚟辦，我哋邀請北京，個有個歐洲。還有法國的有個有名的有個畫圖的人，也其他就會展覽伊哋的作品，
你看下李秀云的故事，看了也就要相片以后，可以去到我哋的酿造馆。酿造馆嗰邊呢，都我哋做要嘅地方山要嘅一個地方。明白如果講竹田咧做有嘅古橋，很多為了我那個你用去做有嘅，因為我哋嘅喺個水即刻撥出來嘅，我哋咧水過跳，所以我哋咧透油呢真有名。包括我哋咧有嘅透油白，還有我哋咧灣錦，我哋咧灣新山醬油，還有安田透油一到中國都真有名啊！唔像有嘅一擺我哋咧透油白，一下期得到獎品，都喺我哋釀造館前面嘅，因為竹田都嘅釀造業好有名。嘿，做乜竹田我哋竹透油按有名？一講起來要講嘅一家烤肉萬家香，有嘅路頭架，如果我哋竹田鄉竹南村人，所以包括灣錦。同透油白，一到伊送一台同灣家鄉連開關係呢，一定喺灣家鄉嘅學到嘢嘅技術以後出來做，所以伊嘅技術呢，都會變嚟講，伊有菜地，唔像有嘅透油白，伊嘅產品伊咩底下菜地竹田所產生嘅東西。嗰種地講其實佢透油白即個有個觀光工廠樣嘅，有。明白去到嗰邊除了賣透油外，其實你睇大概係最上手係乜？佢嘅餅，黃豆餅要佢加透油，要佢加辣椒嘅。其實想講馬干島冰淇淋上面醬油冰淇淋，你想講佢抹個米湯，發現伊咧餅係用黃豆做焗出來。嗰時淋上透油嘅時間。一支油，當擺我哋嘅泰魯嗰邊有一個團體來，一個市長來，都帶意思，有個市長講，用冇共用嘅東西，從來唔是試過個餅可以加透油，又可以加辣椒嘅。嗰時我都想象你講我哋一下最竹田，下茶，到已經介紹我哋嘅日本最南部嘅圖書館，然後我哋李秀雲先生嘅啲營養嘅紀念館，然後加上我哋我可以我哋吞不所以是咖啡，然後慢慢我哋行過去嘅，透油白嘅，所以有嘅黃豆嘅叫嘅，如果佢加透油，佢加辣椒嘅餅。咁你發覺行到幾片咧，我哋其實行過去都撞個地步嘅呀。錯，其實我哋左轉係右轉啊。吃行有個風味人，風味人，一螺絲麵那條架出來做，而家嘅咖啡有團員都冇共用，而家以前呢係一個老年人嘅路卡，伊哋廚房來後，伊實在佢做得都講，伊底部嘅東西冇乜嘅變化，但係伊變嘅係一個文化，伊係將把有嘅歷史故事呢拿出來。經過而家咖啡呢來講有嘅故事，所以有到菜地嘅東西，菜地嘅東西講下嚟菜地嘅產業都會變得。還有其實我哋老闆雖然唔係菜地人啊，但係其實伊歸認同一塊土地同我哋平農嘅地方，唔單止講以這個做老師面啦，還有而家風味園。嗱，其實去到時我都發現講，伊嘛歸落實啦，唔係你歸菜地嘛歸落實。比如講個拿鐵啊，有啲掛號講不會拉花。所以我就落實啦。係啊，你話你歸好啊，你這個唔少做事情，你都清清楚楚同人講，咁麼不會拉花就是不會拉花。反正如果要求講，跟你啲綁出某個東西出來，但是你會發現講，而家嘅咖啡真係都歸菜地，歸落實嘅啲咖啡店，而且最主要係給我係歸講，歸有氣氛嘅我。係啊，而家我嘅佢食咖啡會想到講有地方食菜特得來就俾食咖啡。係啊，真係都行到幾片都發現講嗰種鋪條馬上都慢下來，咁你慢慢地行到我哋風味園以後，我哋話側行還是左轉？我哋更加有兩條路線。一個如講我哋都有嘅前面有一個基督教，叫做鐘樓高飛，佢就會可以去看一下有嘅巴克利博士嘅一個紀念嘅東西。巴克利唔係喺台南啊，同台也有關係咯。伊來竹田宣教嘅時間，而去尼魯呢，因為佢客家人大部分先禱告嘅嗰度，佛禱告嗰度，
要记到到这个牛顿的这个宣教的时间，本人叛死，所以讲巴克利博士蒙难那个失灭这个，所以看得到我哋嘅下一个文化啦吼，我哋做唔得讲伊错唔错，但系准冲也会崇高呢，迄个就应该的吼。唔喺歌类入边呢，都可以当我哋嘅牛顿呢，也会经营化嘅迷宫，还有可以看到我哋牛顿呢。最古老也会金字体，看的人呢，可以去牛顿呢嘅前面嘅书版呢，伊个办的点真有名，个人也办点以后可以到牛呢嘅老夫子嘅，老夫子嘅嘅嘛有嘅咖啡，伊个对我嘅精巧过来嘅，我嘅条件又改好，又会老夫子嘅笔法呢，喺全世界唯一经过又会老夫子王者。伊本身所输起来，所以个以唔能可以拿到也输起来，罚很多钱。我讲一个故事吼，因为佢下个神枪的时间有个女人，我将要钱拿下来，我如果唔甲马家路看到一样来批下，结果挖个时间，嗰個自由時報嘅記者打電話過嚟講，楊總唔抵啊，你嘅做嘛個忙啊，講係唔抵呢？你嘅話我胡子呢，要經過以後嘅同意冇，要經過佢書權冇，我話錄嚟下，我快睇，唔對俾人過冇，我行架下雨嘅時間同佢嘅頭家娘講，我講唔捌有嘅花園捌嘅經過佢同意冇，我有啊冇問題啊，我話錄嚟下做嘛佢冇問題，有做嘛冇問題咯。佢講佢唔至於地步滿嘅老人家。老伯妹，我話要下去地步妹，我伯妹也捌也有整個書權，有話我西郎講可以啊，冇問題啊，乜嘅呀？西郎啊，原來王澤興係人迷路嘅西郎，如果你出師以後呢，要研究講哇，真是冇簡單，佢開始嘅時間都請王澤過來，但我請王澤擺費用唔會少。他那邊咧講，伊更加去王者更加嘅迷路呢，買有塊地做屋，伊講要辦過來我哋足田咧，批下我哋過2萬3嘅又會發通。你講重現我嘅法國重現，所以都話你來，所以我嘅嚇到一下，我真是人哋都話你典故，真的是冇到冇地都飲到爆咧哦，足田咧嘅福地都啊。係啊，因為而家頭先講我哋嘅沙器嘅筆畫嘅筆畫啊，吼，從頭幫忙嘅哆啦 A 夢啦，冇冇嘅，佢全部係侵權，但是你哋咧授權，我哋咧親自授權咧，所以有問題呢，真是對我哋足田嚟講，呢個佢睇嘅用限啦。嗰個其實講到更加好，我都發現嗰種我哋對足田發展到下茶以後，其實可以真的都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都行到從頭到我哋那個上莊講一條路線，好地步可以有濕地啦，好有歷史的景點啦，有其他的產業的一種新的發展啦，好最慢慢可以看到我哋他個原來啲老夫子的地方，我相信佢拍嗰種嘢嘅翕相哦，嗰種嘢嘅大家，唔記嘅特別還有一個點嚟講，你當初。無奈時分，我想聽一個鐵盒子餐館，伊係無菜單的一個傳統。你去嘅時間，你都點認到？我想伊係無伊嘅，伊係無咧做，伊人人咧能接14個人咧，超過伊都唔接嘅。伊係好做點樣啊？伊用菜地嘅食材同當季嘅有嘅東西，做出一個清火料理本意思。你嘅係無天做嘅話，唔食唔到東西。所以一定都記得聽咗。觀眾朋友，你這個有幾行來冇？其實我哋副校長已經把自己私房嘅一種經驗全部拿出來喲。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副校長同人講一條旅行嘅路線哦，依個有2條哦。將同我哋講到差不多迷路嘅幾片啦。剛剛就按樣綁過來，冇都講綁過去到哪啊？都迷路我哋講頭輪、二輪、迷輪，所以迷輪都最迷嘅。最迷下迷輪。而家綁過來講，而家可以到我哋呢嗰度就會可以嘅二輪嘅幾時辦咧？
也可以给我哋呢第二次嘅是传达，也可以到竹田呢八公嘅，佢周围也有嘅個有名嘅飯店嘅。啲都可以喺八公店啊！啲副區呢一下間，佢都可以嘅識我哋菜梯嘅也會辦嘅。過來呢，唔知個可以行到也會塔塔講，跳塔咧也會。跳塔係乜嘅意思咯？跳塔，我哋講跳米塔米啦。以前都有嘅拱橋。講米嘅出嘅意思。係啦。嘅拱橋咧，我哋都講塔塔講，而家我哋可以做跳塔村。嘅周邊有嘅建築田，嘅建築田咧個有名嘅也個有也會文化氣質咧。過來有睇到講老嘅咧，可以開始到好多種，因為嘅夾街咧都有嘅西竹嘅有嘅環境交通嘅一個全面嘅一個提調。以前嘅周邊咧有嘅交通，嘅周邊實都嘅太平國所夾邊，嘅有嘅古店嘅周邊也可以聊聊看。可是離環境交通嘛貴遠咧，我實在睇見咯。假如我對嘅歌德崗神戶講起，因為以前有一環境交通前面之前咧，有嘅竹田九個省嘅細嘅有嘅天主教，因為都係因為有嘅宗教嘅問題，本地方人士少起嚟，然後都有嘅環境交通嘅在細嘅，喺冇嘅話有嘅交通真是有價。因為對個天主教徒來講話，也真係喺鐵的，冇唔錯，鐵的地方，也都係叫種子山，係啊，所以也這邊真是個有嘢嘅歷史文化嘅點。個人個有嘅有嘅風面同太湖，也這邊都喺我哋咧檸檬五毒檸檬嘅有嘅古橋，而家竹田嘅檸檬差唔多有90%人有有嘅無毒耕種嘅生產履歷，做乜個有生產履歷？咱竹田鄉公所辦嘅3屆有嘅檸檬節，第一屆時間我哋用無毒耕種，咱可以將我哋嘅品質提高。今年咧到去年咧，我哋每個有嘅農作物有品牌，檸檬冇品牌，做乜個？因為我哋有嘅無毒耕種，過來我哋有嘅生產嘅履歷。你在講唔得那就會生產，哪怕出事情的時間，唔得那就會可以查到，又會講中嘅嘢，有用藥嘅，冇用藥嘅，查清清楚楚。後來第三面我哋仲有嘅檸檬咧，同有嘅廠商製作以後都有包裝嘅價格，所以竹田嘅檸檬做乜嘅冇辦法，都因為我哋睇嘅無毒耕種嘅有嘅提王，第二我哋嘅生產履歷也就會俾人看，第三面我哋係同廠商製作。保持對我哋最好嘅有嘅檸檬，所以我哋嗰度同檸檬本有嘅交易去做乜做冷麵啊，但我嘅程度竹田咧，其他人哋嘅因為對我哋竹田規模公平，所以我哋一擺辦檸檬節嘅時間，我哋都會再提大小，唔可能檸檬係嚟以後咧，我哋都可以到過嚟竹田茶廠種茶。原來喺安利邊講到檸檬，我真係講奇怪，最近我問嘅屏東青檸檬，你邊度講？他講你都特別一講，有啲檸檬係來自屏東嘅。原來係有安尼原因，有最主要嚟講，其實我哋檸檬我哋幾鬼多人一定要用皮，因為皮是鬼香嘛。冇錯。但是嗰種皮加藥嘅。皮都冇辦法用可是你變成無毒的嚟講，能夠生產履歷。好，你變成對檸檬也嘅產品來講，我其實也係兩件事情對於來講係幾重要嘅。有身份證啊，有身份證，都表示講。是後來個安心。係啊。佢而家都變成一啲口號嘅講，我哋而家用嘅全部係屏東嘅檸檬，原來亂嘅，我哋俾人做咩咧？嗰時候我聽一條差唔多太有我都啲啦。第3條咯，第3條我行哪條路線？我哋同埋有講到我哋竹田有2個茶站，一個竹田嘅日本式嘅茶站，另外一個西式我哋佢打造做客莊嘅一個茶站。我哋之後呢，我上去做有嘅快速公園，以下來呢，都可能到我哋種用過。竹田呢係綠地地區嘅種隊，而最有歷史嘅都我哋呢種一田，而第二對1721年有嘅主一個時間都有嘅。1895我哋日本也好，189日本也得有200人，也係對我哋客家綠隊
最重要嘅历史啊，经过我哋孔氏体呢吃干，给我哋呢也会实施忠义地，变得系我哋陆队一个忠义精神嘅所在地。所以一只边包括后保有嘅客家文物馆，唔可以去一只边同中央讲了解中国嘅历史，去客家文物馆嗰边唔可以了解我哋陆队客家文物嘅一只边做乜嘅其一只边，嗰輪嘅實施呢，還有嘅金枝田，幾類一只邊可以去實施嘅遠上百嘅，遠上百嘅又會棉花板，又會棉嘅最有名，嗰輪可以去到永豐嘅只邊有嘅七尊神，嘅只邊嘛個有，嘅以前咧眼乾鼻，如我哋咧愛聊詩，嘅只邊風景可以好，我哋嘅只邊又要做嗰度嘅。一個歷史路七尊神嘅有故事嘅介紹，有嗰度可以去了解文化，古老嘅時節不一樣，可以時時查查可以上查。因為頭都唔可以講到我哋嘅忠義田啊，其實他咁樣應該路第一啦，你講其實冇忠義公啊，忠勇公啊，對路冇能我哋陸隊啦，嗰時其實一定對我哋陸隊嘅開創啦，無論我哋開始啦，其實對我哋咧。村莊保護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地方，但是我唔記得嗰個七尊神，係咪同我哋講下？佢有人封存，而家就係個次都講，而家土狗同佛狗呢融合啊，因為而家下有發生有嘅水災，村民嘅就邊呢有兩度有嘅人嘅神明嘅人嘅路提供奉以後呢，變得有嘅地方都變得好祥和，所以一定嘅七尊神嘅故事呢都傳出來。而家七尊神老了嘅時節，還有嘅惡鬼嘅時節，我記得行入高鐵大廈高速公路，大廈也會自行車步道。我而家就係目前呢屏東縣最強嘅也會赤航頭，因為其他這邊呢，你可以看到我哋嗰度菜地嘅特色。你可以看到我哋無窮樣嘅又會市場查一個地點，所以呢，唔對一條路軌道我哋呢又會時時查查，如果最大享受。其實嗰種喺你過後期叫到茶灣人來講嘅話，你一聽來屏東去我哋那個市場茶鋪頭，因為屏東嘅市場茶鋪頭唔但係最早嘅，咪係最強嘅一個地方，尤其是我哋嘅竹田也一團。其實那個東西幾多嗬，然後總有幾多發錯，不止發錯。落雨天凍唔到伊，日頭出來你就曬唔到日頭，所以佢嘅就比運動係最好嘅。咁像我哋三條嘛講我哋啦嗬，咁我想我像我哋咧上東同你小姐講，許多竹田啊嗬，我哋有乜嘅東西可以賣過去做電路嘅冇？我哋更加出產嘅嗰度，包括我哋同埋講嘅香油白、灣景、安田講我哋有嘅新山咧有嘅頭油。嗰輪我哋嘅可樂狀嘅片，我哋更加有嘅嗰度檸檬嘅產品，個我哋有嘅綠曬麵，綠紅油嘅綠曬麵，還有我哋菜地有嘅山咧，而家我哋都嘅做我哋地方嘅有嘅特色，嗰類往園嘅這邊咧，我哋有嘅醋，金銀花同有嘅嗰度我哋醋裝好來，其實嘅竹田真是係一個幾好嘅地點嚟講。而除了水以外，日曬又可以嗰度，出產嘅東西呢都各好食，又各有嘅無毒清香嘅東西出來。咁第二你講嘅，其實我哋可以按到地方好老了嘅地方，我哋咪按到電路可以帶過去。咁對於竹田嚟講，話最缺乜嘅法通係他個人唔希望他個人落去參加。我哋今年都好有嘅竹田一站100年前，而對於1919年開始吞活，佢可能開始嘅同嘅時間都係吞活站。過來到我哋今年2019，我哋變咗竹田站，一之間都有100年。我哋希望講嗰度鄉親咧可以睇到面，也可以來下這邊。有錢咧，我哋有個特殊嘅地方，我哋發行一個鈔票，百年鈔票，我哋贈送俾我哋有緣人。另外呢，王者老夫子呢。伊有同樣嘅台鐵講好嘅，介紹我哋竹田嘅茶商嘅有嘅老夫子彩繪車廂都會出現，都無共樣嘅一個點。
可是只是用讲的人啊，就会想讲，其實我一定要唱下茶杯，我一定要炒嘅茶杯。咁對未來呢，你對你的竹田的話有乜個想法？我哋見緊吼，屯入嘅一卡通公司吼，有簽約，也係全國第一個用一卡通做有嘅方年卡。做乜嘅我有有嘅方年卡，第一個以下吼可以將乜嘅人有嘅人口咧變得增加。你像係出1000張，也有錢的人來買嘅時間，也就方年卡如果係親朋好友，以後就我哋竹田有嘅收費嘅時間，第一個我哋要簽到17個我哋竹田鄉菜地嘅有嘅店嘅做9折、95折嘅有嘅優惠，你買一朵以後呢？我哋要有加贈某個東西，你來促銷來增加我哋鄉親嘅收入。最重要都講，我哋希望大家應用方年卡嘅時間，可以變做我哋竹田鄉引起呢很多人口。本來講竹田鄉有17300，它呢增加到3000張嘅時間，我哋都有3000嘅人來收費。你想講到每日都多過3000嘅人來收費嘅時間，絕對可以帶動我哋竹田鄉嘅經濟，帶動我哋竹田鄉嘅產業，也都係我哋嘅做嘅東西。另外咯，我哋今年呢率帶合作之夜，我哋到年底嘅時間，我哋將把有嘅國際晚上來提出來。目前我哋已經拿到有嘅門票，希望如果明年嘅時間，我哋可以將我哋國際晚上拿到喺平農人第一個國際晚上竹田鄉。來帶動地方嘅一個經濟也好，文化也好，產業也好，你呢慢活慢死慢用都可以做到。可是其實到時間我一來一當然去買一種認同卡，因為這是如果我都認同我哋竹田做嘅度事情。冇錯，會變成我哋大家人嘅好朋友。觀眾朋友，今日嘅內容記下來冇？隔去聽配喎，我哋馬上拍通攞開始嘅喲。今日佢感謝我哋咧副鄉長在現場，同我哋介紹很多竹田鄉嘅事情。也感謝我哋嘅主持人，也歡迎我哋全國嘅觀眾朋友，大家原來竹田聊聊。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哋欣賞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學運動嘅時間嚟哦。看到我都係康起來做運動嘅哦。今日用嚟教大家係全身上下一個延展嘅運動。你哋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請康起來同我做運動嘅哦。而家嚟同我兩隻腳打開來，同我頭腦往上看，脖子拉長。去延伸到你的脖子，好，往下看，兩隻手壓上來，十指交扣，用你的後腦勺的前面去做一個施壓力的動作，有沒有感覺你的脊椎會被延伸到？好，慢慢地放起來，側彎腰，好，你的手肘打開，我感覺一片我有幫到的感覺。來彎片，手掌要打開來喲。好，回中間，做一個扭腰，看後背，歸來中間，彎片，肚臍豎放來，是否夾緊？
好，再一摆，前面施压力，回到中间，侧弯腰，手掌打开来，回中间，来弯片，回中间，扭转，回中间，好，慢慢的手放下来，啊，慢慢的要准备坐下来哦。更加来坐下来，两只脚盘坐，好，手柄我的脚趾头，好，吸气，调息的时间，慢慢的脊椎一节一节数进去，都是数，讲叶片有人大都是打进去，好，吸气，调息一节一节。打出来，吸气，调息，吸气，调息，慢慢的一节一节放起来。好，更加脚，两只脚，伸出来。好，检查的脚趾头有打出来嘛？好，来做一个脚掌，看下脚掌，好，脚掌，来勾起来，腳掌再腳尖，一、二，腳放來，三、四。好，平常時會就近的人可以做下動作，可以緩和你的抽筋的狀況哦。停頓欣賞痛下做，一、二，腳放來，三、四。好，一上一下，一隻腳腳放來，一隻腳好腳尖腳尖，記得冇彎彎哦，伸出來，安尼咱會綁動的內側肌臀的腳骨的肌肉，咱會去做到延展哦。好，把松鼠来，像划船一样，再打口来。前面划船碰到你的脚后跟，好，再打口来。停頓欣賞同下做。好，慢慢的，用的腳趾頭，好，爬樓梯，慢慢的往前爬，可以發，你的手柄的你的腳後跟，你的腳掌一片，盡量壓下去，可以發再下去，再慢慢的上來。好，更加臀的腳，好，做一片，好，臀的手，用的腳趾頭做一個扭轉式，
按摩腹部的哦，安尼很唔错嘅哦。像诶有骨，脊椎挺直。好，脚在边的脚趾头，好，慢慢的往前去做延展。放起来，来弯片，做一个扭腰的动作。记得诶，胸口还用诶脊椎打出来哦。好，把你的脚用在脚趾头后往前延展。看你这个状况，可以的话再往下，不行的我们到这里也没关系，慢慢的自己调整一下。好，慢慢的跪中间，两只脚伸出来，好，通通啊。好，更加回中间，一只脚先伸入来，一只脚打出，慢慢的你可以放，你不可以同一到脚3、4，做停留。好，回中间，好，来弯片，数中间的脚踝，1、2、3、4，好，可以的话，做一个停留。好，两只腳打開來，最尾咧動作。好，兩只腳打開來，愛來爬樓梯嘅動作哦。你喺前面慢慢的爬，可以嘅人喺前面爬，唔可以嘅都一邊都可以嘅。好，再慢慢的喺前面爬。慢慢的爬过来，好，不要勉强自己，好，尽力就可以咯。好，第前面再摆，好，再过来，好，再下空来，兩隻腳同同啊，並重。你有感覺全身上下變得很舒暢嗎？你的動作好不好呀？冇，好不好呀？哈，安尼好好運動，下次再來了。